白烟甲火山灰冲进天顶，强要将这个火山岛砍掉咧。果不是出现雷公死呐，或者景象更较恐怖。为详细的画面，会使感受到进前东加海底火山爆发惊人的威力。后面哨兵1号卫星爆发前后相片会使显示，火山的所在地phong加东加甲phong加下派岛直接被毁掉去。而东加当地电力慢慢恢复了后，实际灾情嘛陆续的公开。有英国人证实讲，住伫东加的亲人不幸过身，这是头一件死亡事件。Earlier today, my family was sadly informed that the body of my sister Angela had been found. 过身的50岁英国女性安琪拉·格洛佛是东加经营流浪动物的收容所，家属表示讲，伊结婚后就住伫遮。伊是要救伫收容所内面的狗仔时，不幸被海啸卷去，这个消息，互住伫英国的亲人真艰苦。You know, my mother is just broken at the moment. She is just absolutely shattered, and what can I say? 同款海啸冲到的秘鲁，嘛听讲有2个被卷走。灾情过了后，对环境影响变成新的问题。海啸造成秘鲁一座炼油厂漏油，尚无造成2公里的海波，包括动物在内拢被碾乌去。另外，落来火山灰嘛是东加的一个大问题。The combination of ashfall and the tsunami waves will have caused water contamination. So we imagine one of the greatest needs is to provide water purification and clean drinking water. 美国官方讲，火山爆发的烟尘冲上2万公尺的天顶。为事后空中画面来看，东加烟花为厝到树林拢互火山灰砍掉咧。除了水资源被污染，咱伫今年火山灰阁有可能影响到无人机的降落。即马东加上要紧的代志，就是将这火山灰赶紧清掉，或者救援的物资会使运到当地。